3.3億成魔，爆炸頭莫須重逢呢？莫耶斯恨咗成個夏天，終於都能夠以3.3億港紙簽入費蘭尼啦。而曼聯日前亦都喺 Twitter 公布咗，爆炸頭將會做31號仔，可以師徒重逢，佢哋兩個梗係4萬咁厚啦。阿莫世更加大讚爆炸頭有技術，又入到波，仲可以打中場多個位置添。朗尼喺 Facebook 都係咁講噶。阿費蘭尼都好識氹球迷開心啫，話加入曼聯係夢想，希望可以幫球隊贏錦標啊。其實喺轉會窗關閉之前，目標人物唔係淨係得爆炸頭一個㗎咋，仲想借用皇馬後衛法比奧干查奧，可惜教練肥安想留低呢一名葡萄牙國腳啊，請咗曼聯食檸檬。至於日前盛傳會以3.6億港紙簽畢爾包中場安達推里拉，原來係白撞噶。事關據報有騙子自稱係曼聯代表，去到西甲賽會俾轉會費，好彩最後被踢爆咗，唔係真係唔知點收科啦。